行政院長杜英台宣布，無要復甦再違法，那被立委就提案，要針對總統賴清德來啟動彈劾案。立法院佇去年12月2日表決通過提案，今仔是進行記名的投票。因為彈劾總統的門檻是立法院2/3，也所以袂少人是批評講，這個彈劾案注定失敗，實在是無必要。今仔解破新聞，咱就請萬婷來為咱說分明。是主播，觀眾朋友大家好，今仔日解破新聞就要帶大家來關心咱憲政史上的頭一個總統彈劾案。去年12月，行政院拒絕復甦再違法修正案，在野黨團都利用這個理由來提出要彈劾總統賴清德。也目前咱立法院的席次，民進黨是有51席，國民黨52席，民眾黨8席，也若無黨籍是2席，在野的部分加起來是攏總有62席。所以，若是要提出總統的彈劾案，是上無愛有一半以上，也就是57個人。對在野來講是真簡單就通過。過來就愛2/3以上的立委，也就是愛有76個人投同意票，安尼才會來通過這個彈劾案。這就是今仔日佇立法院徛名投票的部分。若是順利通過，安尼刷落來就會送去憲法法庭來評議。依法是至少愛有10個人。愛有10個大法官來參加，不過現處時是干那8個人爾，人數無夠，因會使不受理裁定。當人數有夠時，超過2/3的大法官同意，安尼這個彈劾案就會來成立，安尼被彈劾人就會隨互人解職。若是無夠2/3，安尼無成立，佇咧賴總統的任期內就袂使擱用同一個理由來提出彈劾。今仔日立法院進行的，就是咱頭拄仔講到的決議的這個階段。不過最後是干那56票同意，無夠76票，所以最後的結果是無通過。為頭拄仔內容，咱會當知影講，要彈劾總統的條件是真懸。有人認為講，這自頭至尾就無可能的通過，是挑工勒武政治鬥爭。不過，嘛有人認為講，這確確實實是已經留一項歷史記錄，要用來檢視民意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破新聞，咱將鏡頭交轉給主播。